全城最豪華嘅酒店，全世界最大嘅摩天輪，半個鐘頭出到嚟啦。 Yıllarca sustum, bir gölge gibi yaşadım. 今次同大家去中亞國首站土庫曼，由倫敦坐 Turkish Airlines 經 Istanbul 轉機，全程唔使10個鐘。抵埗之後咧就要做落地簽證同俾錢，留意要預先揾定旅行社有 Letter of Invitation 先可以申請落地簽證㗎。半個鐘頭排隊落地 visa， 俾埋錢，攞埋行李，出到嚟啦，好勁啊，好開心啊！ 哇，大到咧，好大啊！哇，呢度全部都係白色同銀色嘅，白色、銀色、白色、銀色、白色。呢個就係傳聞中白色大理之都，全城最豪華、最靚嘅酒店啦！我嚟到呢，第一個感覺就係、哇，咁似帆船酒店嘅。咁啊，當然係好多啦，但係嗰個形態呢個感覺都幾似，因為呢，佢全部係玻璃面啦，所以呢個藍天啲雲呢，就其實現晒喺個玻璃喺個建築物上邊，喺成個酒店嘅外圍見到啊，所以呢一度一有陽光、藍天、白雲呢，好靚啊！今日嚟到好彩就見到呢一個畫面啦。嘭聲，梗係走落嚟影咗相先啦，影咗 video 先啦，唔係點同大家分享啊？係咪好靚呢？呢個係乜嘢？你一定估唔到。樓下呢就一家大細嚟玩嘅 Game Centre， 樓上呢就係95米6層樓咁高嘅摩天輪啦。個名呢就解 Universe 宇宙啊。2012年開幕嗰陣呢，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，全世界最大嘅室內摩天輪。不過坐裏邊啊超熱啊，想焗桑拿呢就啱晒啦。喂，大理石之都果然全部白色車啊！喂，去邊先？又靚女又靚仔。吓？賽馬？好熱鬧咁喎！哇，女士雅座啊，又靚女又媽媽，仲有婆婆添啊！吓？仲有細佬？細佬入啲馬場嘅咩？原來咧土庫曼人咧就當賽馬係運動嚟嘅啫，不過聽聞咧都有靜靜雞同豬咁話喎。你睇啲男士幾緊張，喂，跑快啲，跑快啲，跑快啲啊！我哋都幾受本地人歡迎噶，係咁俾人 selfie 添。呢個行程其中吸引我嘅地方呢，就喺呢個動物市場啦，近距離見到駱駝媽媽同 BB， 仲有牛啊，同埋好多嘅山羊添。其實仲有雞隻噶。咁我哋咧好貼地咁穿梭喺本地人嘅動物市場，睇到佢哋點樣經營同埋運作，真係唔係好多地方睇到㗎。啲羊咩好可愛啊！我有位團友咧仲好有心，用即影即有相機影咗張相送俾呢位山羊人做紀念添。2007年 Lisa 被 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，喺公元前247至224年，由阿爾沙克一世創立嘅帕提爾帝國，又名阿薩色斯王朝，係古波斯歷史上佔有重要嘅地位，亦都係當時抗衡羅馬帝國嘅主要勢力。呢度遠望咧係睇到我哋住嘅帆船酒店同清真寺。我哋喺度咧就見到一啲本地嘅小朋友咧喺城牆上面跑嚟跳去，對佢哋嚟講，呢個咁大咁好玩嘅地方係遊樂場多過一個歷史遺址喎。
喺土庫曼首都 Ashgabat 咧有兩座好著名嘅清真寺，呢一座咧係最具代表性嘅建築物之一。外觀咧好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嘅藍色清真寺，結合現代與傳統風格而聞名。地下咧就男士，二樓咧就女士專屬。呢座清真寺咧就位於市中心，而西7公里，係中亞地區最大嘅清真寺之一。以白色大理石同埋金色圓頂著稱，土庫曼第一任嘅總統陵墓咧就係建於清真寺旁邊。提提你，女士入清真寺咧就要戴頭巾嘅。當日咧我就唔記得咗戴頭巾，揾塊相機擁抱頂住檔先。點知團友咧仲話塊頭巾好襯攝影師嘅風格添。嚟到 Ashgabat 最後咧，就介紹俾大家私人至愛行 market 啊，最貼近人民生活嘅地方。呢個 market 大到咧要睇地圖喎，分 A 至 E 區，由食到生活所需都可以揾到。我哋咧就喺度開餐食 lunch 嘅。呢度咧唔係遊客區，係本地人每一日生活嘅地方。我哋喺土庫曼第一站 Ashgabat 遇到嘅好人好事，作為旅程頭本咧已經滿心歡喜。咁跟住我繼續精彩嘅土庫曼旅程，記得追 post 留意下一集啦〜